即马过年前，高雄市环保局平均每天收的垃圾量都超过1800吨，是平常时的1.6倍。尤其环保局是发现讲，也是有人会把加速罐、甲电池当作一般的垃圾来等，这些拢有可能造成垃圾车的回收，违规上当是罚到6000块。 过年前，民众拢开始报警大摒扫，将无爱滴的物件拢清出来等，或者阵啊高雄市的垃圾量增加1.6倍，平均每天拢有1817吨的垃圾。为了要减轻清洁队员的负担，环保局提醒民众上好是做好垃圾的分类，若无会依法罚1200至6000块。啊，无分类安怎你知无？哎呦，罚钱哦！罚钱！啊，你敢知啊？像米粉类的迄种物件，迄嘛爱等回收。 哎，要有迄落啊，迄落什么厨余呀？米粉爱回收是正确的，而且佫爱掺水辣辣的，才会当单喷的回收桶。因为米粉是属于危险物，会引起爆炸回收车。高雄市环保局讲，这几年大家较有分类回收的观念啊。不过过年前也是有人会偷食补，将一寡危险的物件掺伫一般的垃圾做回弹，甚至有人把加速桶摕来弹。环保局强调，有5大危险的垃圾一定爱分类好势。呼吁民众应将锂电池及行动电源交付资收车或超商，高压瓶罐如瓦斯罐等排空后交付资收车，粉状物如奶粉加水后处于回收，香灰金纸胶水装袋丢垃圾车，瓦斯桶灭火器交付原购买店家回收。 进前嘛，有民众乌白蛋加速罐造成垃圾车回收意外，民众爱注意。环保局表示，今年高雄清洁队收垃圾到29暝下晡5点，将会初1到初3无收垃圾，爱到初4的24啊才开始清运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